中信國際電訊 CPC 嘅網絡安全方案深受客戶認可，因此獲得華富財經傑出企業大獎、傑出創新網絡安全方案供應商獎項。網絡安全隨住 AI 嘅發展變得越嚟越重要。請問你哋有咩網絡安全方案呢？咁多謝你先啦。咁中信國際電訊 CPC 啦推出咗突破性嘅網絡安全方案，出 CSI 3.0。核心嘅理念在於呢個 Cyber Security Redefine SOC 4 Future。我哋希望通過4個關鍵嘅要素 ：AI 攻防實踐啦、網絡安全框架、雙核心嘅先平台係咪 SOC as a Service， 再加上我哋公司服務在地、連接全球嘅團隊，透過我哋位於香港、廣州同埋上海3個自建嘅管理7x24安全運營中心，將 SOC 從傳統嘅事後響應嘅模式轉化為預測同埋預防嘅安全中心。其中 AI 攻防實踐嘅概念係我哋公司結合咗先進嘅 SOC 服務能力，幫助客戶通過4階段嘅執行紅藍隊嘅模擬網絡攻擊測試，對企業嘅營運環境同埋系統進行全面嘅壓力測試，有效提升員工嘅安全意識同埋洞察企業嘅潛在風險，及早修正，加強主動嘅防守，更結合嶄新嘅 AI 自動化滲透測試工具，出 CSI AI Pen Test， 利用 AI 嘅能力同埋獨家專利嘅認證 AI SQL 注入技術，提供7x24全自動化漏洞測試。請問你哋點樣利用 AI 重塑安全運營中心嘅功能？中信國際電訊 CPC 有3個自建嘅 SOC， 利用先進嘅智能化技術，配合雙核心嘅先平台，以革新嘅手段提升咗管理 Cyber Threat Intelligence 嘅能力，幫助企業提升咗 Identify、Protect、Detect、Respond 係咪 Recovery 嘅速度。雙核心 SIEM 嘅運作模式咧，結合咗廣泛嘅 Threat Intelligence 功能，透過 AI 嘅智能分析啦，當中嘅關聯數據啦，有效識別係咪揭示各種潛在嘅威脅，提高搜索速度，再加上 SOAR、IR 以及呢個 Threat Hunting 嘅服務，將問題解決嘅時間降到最低，配合自建嘅雲端 Backup 同埋 Disaster Recovery 嘅服務，快速恢復，以確保呢個業務嘅連續性。正所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你哋點樣應對黑客利用 AI 增強攻擊力？我哋 AI 技術支援會根據事前定制嘅規則行動，仲可以因應一啲突發嘅條件，如用戶嘅行為啊、登入位置等等，識別可疑嘅地方，按照事件嘅緩急為客戶提供調查嘅報告嘅。展望未來啊，中信國際電訊 CPC 將會繼續秉承創新不斷嘅理念，進一步深化 AI 技術喺網絡安全中嘅應用。透過創新嘅策略、豐富嘅經驗同埋不斷嘅投入，中信國際電訊 CPC 正引領網絡安全邁向一個更加智能、更加主動嘅新時代，無疑將為企業嘅數字化轉型提供堅實嘅安全保障。